来乡亲啊，这个连伊就要农历的7月咯，而这个山路看到僵尸实在是真眼药。这是伫个南投清境农场的山路，这个僵尸过来挂喙暗毛，骑着电动的高轮车对伫汽车的后壁，而且佫会哪骑哪甲驾驶来拍招呼，看起来有淡薄仔好笑，但是嘛，互人会起眼药。啊，讲照规定哦，这种电动的高轮车是袂当骑去伫道路顶，所以这个僵尸先生恐惊会去用罚款上悬3600块。查某人穿官服，头搁戴官帽，看起来就是古早时代强势的装扮。而且伊甚至搁戴乌仁目镜、套手笼，搁遵照防疫规定挂嘴暗，搁骑即马上穿的电动高轮车伫山路咧行。轿车经过强势先生，伊搁会手拍招呼，看起来真轻松。这是南投清境农场民众准备要上山，看到这个画面，真正看起来流清光。是有2个人，一个是有穿僵尸服装的，另外一个是没有穿。那他是往下滑，他当下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后来经过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其实这是蛮危险的。不过7月4日伫要到啊，伫山顶拄着强势，要是有人的心惊惊。和经典强势电影相比，现代版强势各挂乌仁目镜，较无遐恐怖。画面风波上网，引起网友讨论，照讲一定是对南美馆走出来的强势，不过嘛有淡薄惊惊，敢讲欢喜鬼嘛放暑假。啊，你不怕危险哦？吓到人家撞到谁来怎么办？这假如是晚上的话，真的会吓到那个开车的人。遇到坑洞会直接翻掉哎。不过，这种行为其实已经违规，因为依照道交条例，电动高轮车这种新型的代步工具，敢会当伫和平公园这种封闭区域使用，袂当徛伫人行道或者是车道。依照道交规则，30号条之一可以处罚新台币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。好佳在这抓强势出来无造成意外，不过这位强势先生落山了后，要是爱乖乖啊纳罚金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